如果你们还是有小孩子的话，从现在开始，不要算到3 ，OK？ 马上，每次妈妈给你命令的话，你要马上听从。本来是我有一个故事，要给大家听。为什么呢？为什么小孩要听从父母，立刻听从父母？这个就是在幼儿园学的这个故事，给幼儿园讲的故事。有一位爸爸跟他的小孩去森林玩，就是去森林玩。那突然爸爸对他的孩子说：“孩子，听爸爸的话。”他的孩子马上看他的爸爸，你不要动。孩子马上不要动，他不要动，马上听他爸的话。那现在你慢慢来，到爸爸这里来，慢慢来，慢慢来，不要跑，不要跑。孩子呢不知道有什么发生，但是他听从他的爸爸，他慢慢来，慢慢来到他的爸爸。后来，当他到他的爸爸那里，然后他爸爸告诉他：“你知道吗？为什么爸爸叫你过来？因为在那个树上有一条蛇要抓住他。所以呢，如果那时候那个孩子不立刻听从爸爸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比如说，爸爸为什么我还是想在这里玩？为什么我要不要动？为什么这样？不是我们到这里要玩吗？如果他跟爸爸这样说的话，那来不及了，蛇会抓住他，吃掉他。所以这个故事想给幼儿园提醒，就是要立刻听从父母。第二呢，孩子们要学习一生一世孝敬父母。现在我们不要以为孝敬父母就是为幼儿园的孩子，为小学的孩子。孩子们越来越长大后，他们越来越不孝敬父母，对不对？对不对？有时候这样，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们，孝敬父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你一生一世要孝敬父母。所以无论学青，无论少年人，无论你的成人，你还是有父母，那你要孝敬你的父母，那个是一生一世的。可能是你不是好像小孩子，当你小孩的时刻一样，就是你不是什么全部按照妈妈爸爸的安排做的，但是虽然这样，你还是要孝敬他们。如果你不，比如说爸爸妈妈安排给孩子们安排什么事情，那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能够负责任了，你已经能想了，那你可以跟爸爸妈妈我谢谢爸爸妈妈你的好意，我知道我理解你的心意，也是我理解你的理由，但是这次我选择要这样做的，因为我有理由是这样的，还是要以温柔的声音跟妈妈解释，不是妈妈你为什么安排我的生活呢？我是已经成人了，你为什么这样做啊？你不信任我吗？我们不是这样对我们的父母，我们不应该这样说的，对，我们应该继续孝敬他。后来我们第三个事情，儿女要学的事情就是爱父母，爱父母。所以从小孩子也是要学习怎么爱父母，不单单他们受爱，但是他们也是知道怎么也是爱父母。孩子们，我们身为孩子，
我们要学习爱我们的父母，好像我们的父母爱我们，我们也是要爱我们的父母。第四呢，我们也是要关怀我们的父母，关怀我们的父母，不单单爱我们的父母，也是关怀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有什么需要，来我们给他准备他所需要的，我们供应他所需要的。不要以为小孩子、幼儿园的孩子不能够关怀孩子，父母，他们可以关怀吗？可以吗？比如说，爸爸从公司回来，小孩子能够做什么呢？关怀父母给做什么呢？爸爸，你累啊 ？OK， 爸爸，我帮助你按摩。哇，爸爸1个钟头按摩爸爸这样。比如说，还是给什么？给妈妈，妈妈，你从市场回来，一定很累吧？我给你喝茶，可以吗？可以啊。所以从小孩子也是要学习怎么关怀父母，他们也是要学习。可能是我们华人很少讲“妈妈我爱你”，对吗？爸爸我爱你，哇，我们害羞，但是我们也是要学习对我们的父母，妈妈我爱你啊，呀，I love you 是这样的呀，我们要学习，那个是很好的，爸爸妈妈会感到很温暖，我也是感到这样。当我的孩子对我说“妈妈我爱你 ，I love you”， 哇，马上感到很温暖，在心里感到很温暖。所以这个事情，孩子们要做的事。那我请所有的孩子们，你们身为孩子们，我们要读这条的命令，就是在下面那个上面，可以吗？谁是孩子？谁是孩子？这里是谁是孩子？孩子，有的小孩子，有的小学的孩子，有的大学的孩子，有的成人的孩子，对吗？一起念，1、2、3，立刻听从父母。OK， 好孩子。OK， 第二的部分，那现在父母的义务是什么呢？照自主的教训和监戒，养育儿女。那怎么做呢？怎么做呢？我们以为身为父母最重要的是给孩子们食物吃，让他能够长大，有很胖的身体，哎，很可爱呀，那么胖啊，是这样的呀，哇，好，还是给孩子们什么很多玩具，让孩子们能够玩，还是送孩子到很好的学校去念书。我们以为是这样，那个是重要，但是有的更重要的事情，父母要做的就是第一呢，带领儿女重生，带领儿女重生，这个是父母的义务。所以，身为基督徒的父母，身为信耶稣了的父母，你们的义务就是带领孩子们相信耶稣基督，让他们能够与耶稣基督有个人的关系，让孩子们能够重生得救，就是父母的义务。不是让孩子们能够重生的话，我带孩子们去儿童主日学叫老师，这个是老师的义务，是吗？不是，这个是父母主要的义务，就是带领孩子们认识主耶稣，相信主耶稣而得救。第二呢，就是承认上帝的主权。父母要教导孩子们，就是上帝的主权是谁呢？是上帝。
我记得我跟孩子，我跟我的大女儿，当她是读一的孩子的时候，就是所以这有3个人，我跟先生跟我的第一个女儿，我曾经跟她说，哎，在家里谁是老板呢？谁是老板呢？在家里 ，Who is the boss at home？ 的我常常用英文跟他讲话，所以 Who is the boss at home？ 哇，谁呢？孩子吗？孩子是老板吗？在家里在家庭中的老板呢？爸爸呢？哇，应该是爸爸吧？爸爸是传钱的，为家人传钱，应该爸爸是老板呢。但是后来我的女儿怎么说呢？她能够回答 ：Who is the boss at home? Jesus。感谢主，她知道谁是在我们的老板，不是我们，但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读这个那个是什么度话？基督是我家之主，对吗？你们有吗？在家里有这样的吗？有吗？谁有啊？哦，OK， 你们有这样的度话，但是请问你们承认吗？在你们日常的生活，上帝是你们家人的主，你们记得吗？还是这个那个就是表示，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们榜样。我们身为父母也是尊重上帝，是我们家庭的老板，是我们家庭的主。我们要给孩子们做榜样，也是教导他们，所以他们也是知道我生命的主权就是上帝。怎么做呢？很多事情我们能够做的，比如说你们已经很累，赚钱，那你们跟孩子们吃的时候，那你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祷告，因为上帝祝福我们。爸爸很累工作，但是是上帝祝福我们，是我们能够得食物，能够有钱买食物，所以是上帝祝福我们，不是爸爸的功劳，是这样，大家理解吗？如果爸爸这样做的话，孩子们会学习。原来爸爸很尊重上帝，我也要像爸爸尊重上帝，承认上帝的主权。第3呢，就是我们要上帝的话是生命的标准。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家庭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我们在家里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要建立生活的文化，按照什么呢？按照圣经。我记得在我的家庭，教我的女儿们，我教他们，你们不要说谎。你们不要说谎 ，OK？ 那后来，有一次发生一个事情，我们一家人去那个小组会，家庭小组会，后来在那家庭的小组会，他们在庆祝孩子的生日，所以他们准备给孩子们什么一包。零食吧，就是零食，但是不单单有零食，里面也是有一本故事书，基督教故事书，所以一包零食，也是有一本书，这样的。那后来，所以我的2个女儿都得到这个生日零食啊。那妹妹呢有一个保姆帮助妹妹讲故事，就是把故事给她读，给她念，哇 ，OK，
好了，后来呢？后来呢？哎，妹妹还是要读另外一本书，就是姐姐的书。那姐姐说：妹妹，你已经读了，你已经读了这本书。没有，我还没有。保姆已经给你读了，我还没有，你说谎。姐姐这样说呢。但是后来他们我回来后，他们好像告诉他们的问题。妈妈，妹妹说谎，我没有说谎。妹妹这样说。为什么？我要她帮我念这本书，但是保姆已经给她念了，真的吗？所以我问保姆，你给她念了吗？这是我给她念了，我给她念了这本书，但是她要你给她念那本书，但是题目是一样的，大家理解吗？题目是一样的。那我的第二个女儿，她还是幼儿园，所以她不理解。虽然那本书有同样的题目，但是对她来说，这本书跟那本书不一样，大家理解吗？所以她说谎吗？说谎吗？她所理解的，她不是说谎。我要她给我念这本书，但是她还没有给我读那本书，所以我告诉姐姐，妹妹不是说谎，她所理解的这本书跟那本书不一样，题目是一样。你已经长大了，你理解这本书都是一样，内容都是一样，你念故事也是一样，但是她不知道，所以她不说谎。你不要说她说谎，好吗？哦，好，那妹妹对不起啊。所以在家里有这样的学习。OK， 第四呢，父母的义务是什么呢？成为义人的社区，成为义人的社区，就是在如果我们要看从诗篇一篇，就是 the righteous community， 还是 the righteous congregation， 就是我们基督徒呢要成为义人的社区，我们一家人要成为义人的社区，就是爸爸妈妈，孩子们都要做上帝的真理。后来我们一家庭能够成为义人的社区。后来我们面对其他的基督徒的家庭，他们也是成为义人的社区，我们都成为义人的社区，我们顺从上帝，同样的上帝，我们实行同样上帝的命令，所以我们成为义人的社区。这个是我们要教导的。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乱来跟随便的人交朋友，大家理解吗？因为在社会，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人，不是都是好人，对吗？有的不好人，有的不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他们会给我们的孩子们影响。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有安全的社区，就是给他们认识跟我们的家人有同样标准，就是按照圣经。那弟兄姊妹们，那是我们要这样做的。有一次呢，我有在印尼有这样的义人的社区，孩子们长大的时候，就是当我的大女儿小学6岁的时候，她开始好像问父母，以前当她小时候，不是好像今天呢每个孩子们能够的有什么电脑自己的laptop 是这样的，但是以前没有，只有家庭的一个电脑在家里。所以我说，如果你需要看电脑的时候，你要邀请妈
妈妈一下，如果妈妈允许的话，你才可以看电脑。那后来呢，那个孩子感到为妈妈什么让我感到没有自由啊，所以他说：妈妈，你为什么不让我？当我想开电脑的时候，让我开吧，你没有给我自由哦。这样，小学6年级的女儿这样说呢。那后来，你为什么你没有给我自由呢？你不信任我吗？哇，小孩子说你不信任我吗？是这样的，对吗？有时候，孩子们这样说，但是后来，我记得我们的义务的社区也是这样说。哎，你认识那个叔叔吗？你认识他的孩子吗？认识啊，我们也是我们是同班啊，你知道吗？他也是这样啊，他的爸爸不让孩子们自己用他的电脑，练他的电脑是在客厅，在客厅是让爸爸妈妈能够帮助他。你在看什么啊？如果你看不好的，妈妈会告诉你不要看不好的，是这样的。那所以当我的女儿知道，哦，原来不是单单我成为父母给她这样的规律，但是其他的父母也是有同样的标准。那个所以呢，她愿意顺服。哦，OK， 那如果这样的话 ，OK， 好吧。那父母亲，各位大家成为父母亲，你们也是要这样做，不要好像哦没事了，你要去那儿去吧，你要跟谁交朋友，你去吧，不是这样，我们要保护他们，因为有时候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危险。好，那现在我请父母，谁是变成父母呢？已经是父母呢？结婚了。OK， 大家跟我一起念父母的义务，1、2、3。我问第一的部分，谁带领自己的孩子相信主耶稣？请举手。谁带领自己的孩子相信耶稣？请举手。感谢主。那如果大家还没有带领你们的儿女们相信主耶稣，你可以问问他们，你可以教导他们，你可以辅导他们，还来得及，现在还来得及。It's better than never. It's better than never. 怎么说呢？就是你这样做更好，你不做，完全不做不好，就是这样的。OK， 好，那 OK， 我分享我的2个女儿，她们2岁的时候，我带领她们重生，她们信耶稣。虽然使用很简单的话，跟他们说耶稣爱你，你要相信主耶稣吗？孩子们说什么？我相信，我要。哦，那我妈妈为你祷告好吗？好，主耶稣，卡丽莎相信你，求你赦免他的罪，进入他的心，成为他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我说，哎，耶稣基督是在哪里呢？在你的心中。哦，我有耶稣了。第2个女儿也是这样，用简单的几句话跟他带领重生。所以我的2个女儿都2岁，都信主耶稣了。后来，第2呢，第一顺服，立刻顺服。我的孩子，我教我的孩子，你知道吗？你要听妈妈的话。如果你要等3次、10次的话，你知道吗？比如说你
第3次妈妈跟你说，你才顺服，你已经2次不顺服，2次不顺服，1次顺服，大家理解吗？如果10次的话，你算到10次的话，你孩子们已经什么不顺服9次，顺服1次，值得吗？很好吗？不好，所以我告诉他这样的想法，马上要顺服。第3呢 ，Who is the boss in our family？ 我已经分享了。那活出圣经里的价值观，就是对。有一次我的大女儿回来的时候，妈妈，今天我说谎，我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原谅我。很好啊，就是她马上跟我们父母承认我说谎了，我已经跟上帝祷告，求上帝原谅我。所以我们知道家庭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按照圣经。我们在家庭不能够说不好话，不能说坏话，不能。所以如果他们开始因为被失去影响，可能在学校的朋友，他们开始在家里说坏话，然后妈妈，姐姐说坏话，没有。虽然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还是怕被妈妈骂，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家庭的标准不是说坏话，所以他们妈妈就没有，妹妹也是妈妈，妹妹说坏话，所以他们这样的，所以我要提醒他们。那到什么这个到礼观带着圣经，我很感动，就是本来是有一个照片，但是我没有给大家看，但是我这个照片给我看。以前我的大女儿还是小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去礼观过夜，你知道吗？她准备跟她带着的东西是什么？圣经。后来早上她起来的时候，第一次要做的是拿出来她的圣经，在礼观读。所以大家也是我们找到孩子们从小他们爱上帝的话语，到现在大女儿，后来小女儿，他们很有纪律 ，very disciplined in reading Bible。他们从圣经学习。OK， 那我要我们的以弗所书第6章第1到第4节说，这是第1条带应许的诫命。那有另外一个的经文，就是在申命记27章26节，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大家理解吗？华人的文化很尊重父母，很尊重祖宗，对吗？所以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知道上帝的教导更严格，最严格。如果有孩子们轻慢父母的话，那圣经说他们必受咒诅。后来上帝说，百姓就是社会也是要说阿门。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真的，父母要教导孩子们怎么孝敬父母，父母要教导孩子们怎么孝敬父母，不然孩子们成为被咒诅的孩子，受咒诅的孩子，哇，可怜！大家可以想象吗？如果父母没有教导孩子们孝敬父母，后来他们成为被咒诅的孩子们，谁的错呢？谁的错呢？还是父母的错，因为他没有教导孩子孝敬父母。社会也是要支持上帝的命令，就是社会要顺服上帝的命令，就是咒诅这样的孩子。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孩子会坏一人的社区，所以上帝这样说。最后我
我要分享，我是一个女儿，但是我也成为一个妈妈，所以下面有祖宗，但是下面也是有女儿，所以我说分享的今天跟我的见证我已经做了，那现在我想分享我对妈妈的部分，身为孩子，所以当我教导孩子们，我也教导我的孩子们，你要孝敬长辈，包括你的伯伯、外婆、你的外婆。所以我告诉他们，你见外婆的时候，你要亲她3次，1、2、3，大家理解吗？1、2、3这样的。后来他们说这个是婆婆的亲的，怎么说？就是对婆婆的亲就是这样3次，婆婆1、2、3这样的，每次是这样的，所以婆婆的亲就是这样。那我教导他们这样，就是要孝敬父母。那我自己呢，身为女儿，也是学习在基督里，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怎么孝敬我的父母。当妈妈活着的时候，我努力爱她，我努力关心她。当我离开家去神学院，就是在印尼的神学院，在另外一个的城市。如果妈妈有事情的话，她会打电话给我。哎，妈妈有这样，哦，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后来呢，我结婚，后来有家庭，我还是关心我的妈妈。我记得我从雅加达到万隆就是要3个小时半开车或坐公车。那有一天妈妈给我打电话，妈妈不舒服哦，妈妈要你给我刮痧，大家知道刮痧吗？刮痧，对，哦，因为我很会刮痧，大家要吗？那给我钱呢？1个小时600块。那我听妈妈这样说，哦，妈妈不舒服，妈妈要你来给我刮痧，你知道吗？哦 ，OK， 妈妈，那我会安排时间，我要去万隆，去我的家乡，给妈妈刮痧，真的。所以后来晚上我坐公车，我去万隆，后来看妈妈，马上晚上我给妈妈刮痧，我按摩她。后来我妹妹看我来，哈，你这么晚来这里要做什么？来给妈妈刮痧吗？妈妈，你让姐姐那么辛苦了。这样，我妹妹好像骂妈妈是这样的，没事啦，是这样的。我也是爱嘛，我愿意这样做的嘛，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2019年，妈妈带我来台湾环岛，就是那个是第一次我陪妈妈出国，只有一个人，平常是有其他的家人，所以这个很亲密的关系吧，在台湾。那后来我没想到，2020年妈妈过世了，因为心脏病。但是我感谢上帝，就是我到最后，就是妈妈生病的时候，她要去医院的时候，要准备手术的时候，我陪她到她过世，我陪她，在她身边。我要想说的是，我感谢上帝，上帝给我机会爱我的妈妈，爱我的母亲。我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机会，表达我的爱，对妈妈的爱，感谢上帝，我很感谢上帝。后来，如果妈妈还在的话，我不会去太远的地方，因为我的
我想要的就是我还是陪妈妈这样的。那大家后来妈妈过世的时候，因为妈妈的爱，所以家庭支持我来台湾，念书。那我现在已经在台湾3年了，我快要毕业了，所以6月份14号是我的毕业典礼。那我想说的是，因为妈妈的缘故，我能够来台湾；因为妈妈的爱，所以我能够念书在台湾。所以，今天我把升学到硕证书献给我逝去的妈妈。妈妈，是你的爱与指引，塑造了今日的我。对你的记忆将永远伴随我。这个是我的见证，就是对我把我的升学到硕证书献给我逝去的妈妈，因为她我能够来这里，因为她我能够来这里。上帝的祝福是你们幸福，所以透过这个讲道，希望大家能够遵行，那大家也是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享受父母与女儿好的关系。母亲节快乐！好，我们祷告，我请牧师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爱我们，也给我们每个家庭都有母亲能够来照顾。有的母亲在，有的母亲不在，但是主，你的爱仍然在每个人的家庭当中。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从自己的母亲身上学到美好的品格，学到美好的这样的行动，以至于我们也能够这样来爱我们的下一代，爱我们的后辈。也祝福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能够顺服自己的父母亲，也让父母亲能够来学习怎么样来帮助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被提升、被成长，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遵照上帝的话。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我们谢谢随缘传道的正道。我们请起立，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在心灵粮诗选421首《耶稣领我》。我们第一节齐唱，第2节请弟兄唱，第3节再请姐妹唱，最后在一起。耶稣领我，我真喜欢，蒙主引导，心中平安。无论日夜，动静起坐，耶稣亲手时常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终生跟主脚步，因蒙恩主亲手领我。有时遭遇困苦忧伤，有时大得喜乐安康。无论危险，无论稳妥，全靠耶稣亲手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终生跟主脚步，因蒙恩主亲手领我。
彻，内外仇敌靠主等生，死如冷河。我若不多因有耶稣亲手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终生跟着脚步，因蒙恩主亲手领我。请坐，我们一起来为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您所赏赐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我们从您所赏赐的取出1/10，献在坛前，求主悦纳。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我们请司宪同工到台前来。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向主献成歌》。凡我向主所成，都是主赐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你这周有新来的朋友吗？没有。好，那我们就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一些消息。好，
本周主日华语堂由随缘传道分享讯息。我们为随缘传道信息分享及传道今年毕业后参与印尼教会华人事工而祷告。主日后在1点半，在201教室有60周年的筹备会议，请相关人员参加，记得参加哈。好，第3是韩传道已经正式加入本堂的成为本堂的本地传道。那我们已经颁发聘书了哈。那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见到潘传道的时候，主动报上姓名。不是啊，就是让他认识你，互相认识一下哈，因为他已经成为我们一家人了哈。家人没有再不认识名字的，不过好像很多弟兄姐妹的名字。好，大家就尽量哈。好，那端午连假在星期六办公室休假1天，当天活动暂停。那如果有紧急事件联络，请拨陈牧师的手机，在那个周报上有。好，那6月1号主日是6月份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那下周主日后有60周年的预演排练，相关人员请要记得哈，就是要预演1次，跑一下流程。好，那当日的主日学课程就会暂停1次。好，总会有个青年事工在2025年的 MYF 集合啦，粉书见面会在7月3号到7月5号在东势林场。那报名这个是在9月的时候生小6到30岁以下都可以，社青的话报名费是3500。那我们截止日期是6月2号。那教会会补助大学以下的1半。那社青就没有补助吼，因为你已经是社青了。好，那教会会负责接送，那欢迎大家去报名。好，6月份执事会在下周6月7号1点半召开，请执事同工预备心参加。那2025年总会教育部门有一个2025敬拜音乐研习，在6月7号。10点到下午3点，地点在高雄卫理堂。那诗班及敬拜团员可以参加，全程免费。好，那总会的年议会第2次会议已经完成，各堂会的调派单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请弟兄们姐妹去参阅关心。那也为新任会督来祷告，为卫理公会各堂会新到任的牧职同工来祷告。好。那还有一个，我们建良老师在吗？哦，好，我们建良老师在6月11到6月22，在我们附近的文化中心雅轩举办个人水彩画展。6月15号下午有开幕式，欢迎下午2点有开幕式，欢迎弟兄姐妹前往参观祝福，去捧场一下。好，那我们也为教会进入60周年主题，成为祝福，充满希望来祷告，为教会有良好的信仰传承，进入新一季的盼望。那6月22当天是联合礼拜，那礼拜时间是上午9点半。好，也欢迎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来代祷跟奉献。那我们招待桌有邀请卡，也欢迎弟兄姐妹索取，邀请朋友来参加。那我们最后为教会复兴守望来祷告，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每周4晚上的7点30查经祷告会。那也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关心祷告。那肢体消息方面，是提醒各位，现在天气变化，然后各种新型的譬如说台北。最近那个新冠非常的严重，它变种的新冠，那感觉像是比较严重的流感吼，所以各位如果出入北部地区公共场所要记得携带口罩，佩戴口罩。那其他请各位参阅周报就可以。那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
兄姐妹在祝祷前，牧师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如果离开这边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脚上有毛毛虫，或者是那个墙上有那个茧啊，千万不要以为奇怪，那个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自然教学，那个是蝴蝶的幼虫，蝴蝶的蛹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的这个俊奎执事啊，他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做一些的解说啊，所以大家走路的时候请小心谨慎啊，不要把它这个踩伤了或踩死了。啊，当然有些可能会受伤了，没关系，但是至少我们让它有一点栖息的空间哈。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恩典的当中，谢谢你使我们能够在你慈爱里能够享受生命，热爱生命，也追求生命，带领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着真正的永生。施恩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你里面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受。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请在殿乐中为教会的事工代祷。那有需要祷告的牧师，需要祷告的会友可以到前面来，牧师可以为您祷告。